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3月1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第1节到16节，民数记20章第1节到13节，哥林多前书第10章第6节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戒。英文的 warning 可以解释或是了解成警戒，一方面也可以了解成警告。牧师认为在这个地方或许警告会比较贴切一点，因为正如圣餐一样，牧师会宣读说，这个饼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牺牲的。你们每次吃这个饼的时候，都当这样行来纪念我。然后再说，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次喝的时候，就应当这样行来纪念我。这当然是一个提醒，让人能够思考并且反省自己的生命行为是否合乎上帝的救恩。这同时也是一个强烈的警告，因为基督徒的责任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诫命，免得得罪了上帝。以色列在加底斯时就发生了不够谦卑顺服的情形，因此失去了机会能够尽快的进入应许之地的机会。民数记20章第1节到13节这样记载，标题写的加底斯发生的事件。正月，以色列全体会众来到寻的旷野，在加底斯扎营。米利暗是在那里，就安葬在那里。他们扎营的地方没有水，人民聚集到摩西和亚伦那里，埋怨说，从前我们的同胞以色列曾死在上主的圣幕前，我们宁可跟他们同死。你为什么领我们到这旷野来？是不是要我们跟牲畜一起死在这里？你为什么领我们离开埃及，到这不毛之地来的？这里没有五谷，没有无花果、葡萄或石榴，甚至连水都没得喝。摩西和亚伦离开会众，站在圣幕门口，他们俯伏在地上，上主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上主对摩西说，把约柜前面的那根杖拿来，你和亚伦要集合全体会众，在他们的前面对磐石说话，水就会从磐石涌流出来，这样你可以让人民和牲畜喝从磐石流出来的水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去把杖拿来，他和亚伦集合了全体会众到磐石前面。摩西说，你们这些叛徒听着，我们该叫磐石流出水来给你们喝吗？于是摩西举起杖，击打磐石2下，很大的一股水涌流了出来，会众和牲畜都喝了。但是上主责备摩西和亚伦说，因为你们在以色列面前没有足够的信心承认我神圣的大能，你们不能领他们进入我应许赐给他们的土地。这是发生在米利巴，以色列人在那里埋怨上主，上主在那里向他们显明自己的神圣。
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可以喝，大大的责备摩西和亚伦。摩西也因此而大大的生气，违背了上帝的旨意。因此原本十多天可以到达的应许之地，却因为违背上帝而花了许多倍的时间去完成。他们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他们不顺服的事件，都值得成为现代基督徒的警告跟提醒，因为这就是所谓的前车之鉴。哥林多前书10章第6节到13节，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话这样说道：这一切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警告我们不可像他们那样贪爱邪恶的事，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去拜偶像。正像圣经所说，这人民坐下大吃大喝，狂欢作乐。我们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那样荒淫无耻。他们因犯淫乱的罪，一天之内有23000人倒闭。我们不可像他们当中一些人一样试探的嫉妒，他们因试探而被蛇咬死。我们不可像他们某些人口出恶言，因为他们口出恶言而被执行毁灭的天使给杀了。他们所遭遇的这些事都成了别人的见解，也都记载了下来，作为我们的警戒。因为我们正是处在末世的时代，所以谁自以为站得稳，谁就该小心，免得跌倒。你们所遭遇的每一个试探，无非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。